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異說，我係神婆 Ella。今集會同大家講兩件世界嘅怪事。第一件事喺2019年7月15日朝頭早7:09，事主啱啱揸緊車返工，當時佢已經差唔多遲到，因為一朝早佢有個重要會議要開，佢為咗呢個會已經準備咗好多日，心情有啲煩躁。去到一個交通黑點十字路口準備左轉，因為就快遲到，所以佢求其望下就轉彎。呢個位置係交通黑點嘅原因係因為好難睇得清路面嘅情況，佢要向左轉，即係要望下右邊有冇車嚟，但係喺呢個路口根本就好難睇到右邊有冇車。佢轉彎嗰一下就見到有一架車以時速90英里速度衝過嚟，見到呢架車嗰一刻佢已經知道撞硬。下一刻佢見到嘅就係喺車頭嘅左邊，即係對方架車衝過嚟嘅另一個方向，見到有一塊田，地面上仲有一個好大嘅物體慢慢接近佢架車，佢意識到有啲唔正常。第一就係呢個地方唔會有田，第二呢個物體大到有成10層樓咁高，睇落好似一個巨型水車打橫瞓咗喺地下，係河邊圓形嗰種水車，距離佢嘅位置大約有200-300碼遠。呢架水車一邊旋轉一邊接近佢，速度好快。當件物件接近佢嗰陣，佢意識到自己判斷係錯，唔係10層樓咁大，應該用一座小城市嚟形容。同時佢意識到呢件物件嘅力量同重要性。呢件嘢接近佢嗰陣，佢就知道係乜嘢嚟，而且仲知道呢個水車出現同自己嘅關係，例如佢幾時見過，點解而家又可以見到。佢知道前世見過呢件嘢，而死咗之後亦都會再見到，而生存期間所有關於呢件物體嘅信息都會被隱藏，因為佢而家經歷緊一場致命車禍喺瀕死經驗之中，所以見到。水車喺佢身上行過之後，就去到佢停車嗰個位，水葉開始拍打佢，每一塊葉代表一個空間，都有一層旋轉水膜，佢形容好似打橫咗嘅瀑布。葉片打落嚟嘅水膜其實就係一啲 data， 由呢啲 data 之中，佢理解到我哋而家生存緊嘅世界只係無數個世界之一，即係平行宇宙嘅理論。佢知道咗呢啲知識之後，突然之間覺得好驚，佢感覺到有一種冇辦法表達出嚟嘅事正喺度發生緊，佢知道自己即將要輪迴，而呢個水車其實就係輪迴之輪。呢個輪出現就係要修正偏差，頭先場車禍令到佢喺輪迴之輪嘅葉片跌咗出嚟，而呢個裝置就係要將萬物歸位。佢好驚要返去，但係輪迴之輪強迫嘗試將佢歸位，一種更加恐懼領悟出現。佢知道除非盡快返去現實世界，如果唔係，輪迴之輪會強迫佢歸位，可能會安排佢去另一個平行空間。佢意識到根本冇權選擇，輪迴之輪上邊每一個位置開始改變，好似每層薄膜崩潰嗰陣，佢就會被摧毀，然後重新塑造一個全新嘅自己。佢以前可能曾經被壓制過，喺輪迴之輪上見到大部分嘅影像，好似係佢以前居住過唔同嘅平行空間。佢唔知道點解人哋瀕死嗰陣出現嘅景象會見到隧道啊、光芒咁樣，而佢自己就完全唔同。每一次佢以為可以控制局面嗰陣，就會被安排去另一個位置，一個全新嘅自己就會出現，同時會出現嗰個世界嘅相關記憶同假設，完全唔記得咗輪迴之輪之前另一個自己嘅細節。佢淨係可以假設呢個唔係出自於佢自己意識控制。輪迴之輪上出現嘅可能性開始縮小，開始變返似曾相識畫面，車禍等等嘅場景又再出現，又一次似乎睇到喺車禍中喪生嘅各種可能性。佢有一種好奇怪感覺，覺得返咗去之後冇幾耐就會再返嚟呢個空間，同時預感輪迴之輪根本唔會在意呢啲事。轉頭佢又發現自己返咗去高速公路上邊。不過就係啱啱出門口冇幾耐，仲未去到十字路口。佢好記得啱啱發生嘅車禍，所以去到十字路口冇第一時間轉彎。佢停低架車嗰陣，見唔到另一架車出現。
第二件怪事就喺舊年發生，而主角叫做海文，寫呢篇文章嘅係佢個細妹。佢話佢阿哥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戶外活動，細個嗰陣成日自己一個走出去屋後邊個森林度匿埋幾個鐘至出返嚟。佢阿哥話喺大自然之中佢覺得好平靜。2025年佢喺6個禮拜之內乜嘢都冇晒，女朋友、工作同屋企都冇咗，唯有搬返去同佢哋一齊住。父母見到佢咁樣都好擔心。喺春天有一個夜晚黑，佢見到阿哥自己一個坐喺度，坐喺廚房嗰度狼吞虎咽咁食披薩。係自從搬返嚟之後，第一次見到佢正常食嘢。佢行過去同阿哥講：你應該出去行下，接近下大自然，應該可以重新振作。阿哥聽到之後就同佢握手，講完句 I love you 之後就返咗入自己間房。第二日，阿哥同阿爸阿媽講話要去阿伯拉契亞山脈。阿媽聽到之後有啲擔心，唔想佢去。阿哥話佢好了解自己，知道佢留喺屋企會有壓力，去一個佢覺得自由自在嘅地方會更加好。阿爸幫口話佢每隔幾日報到就冇問題，仲同阿媽講佢經驗豐富，以前係童子軍，又係露營愛好者，絕對唔會有問題。因為會去一段時間，接住落嚟嗰2個禮拜，佢幫阿哥收拾行李同埋買機票。出發前一晚，阿媽就好似崩潰咗一樣，係咁問佢帶齊嘢未同埋啲安全問題，叫阿哥去到之後就要即刻同佢哋聯絡。阿哥又照做，去到之後即刻 send 相去個家庭 group，見到佢面上出現返笑容，話信號好啲之後再傾。之後幾日都收到佢嘅相同短片。好快由一日最少幾個信息變成3至4日一個。阿爸話因為信號收得唔好，而佢自己都覺得係咁。佢睇見阿哥 send 過嚟嘅相，一切正常，所以都冇乜理。已經去咗成個月，佢哋留意到最近2個禮拜完全冇咗阿哥嘅消息，又聯絡唔到佢，於是走去報警。警方睇完所有資料，話佢阿哥刻意唔同外界聯絡，揾人去搜尋要用幾千蚊美金，又會浪費資源，而且有其他人更需要幫助。佢哋會聯絡當地行山協會，見到佢阿哥會叫佢聯絡佢哋。阿媽聽到之後好嬲，不過都冇辦法。幾日之後真係收到阿哥嘅信息，係一張日落嘅相同幾行字，話一切安好。之後每隔一段長時間就會收到阿哥 send 過嚟一啲好朦嘅相同差唔多嘅文字信息，例如話你睇下我今日見到啲乜嘢。有一晚佢好無聊，睇返阿哥 send 過嚟嘅相，發現佢早期 send 過嚟嘅相，啲相後邊背景都有一啲好朦嘅黑色嘢，佢睇唔清楚係啲乜，淨係知道唔似動物，而後期嘅相就唔見到有。有一日佢哋食緊晚飯，突然之間有好急促嘅敲門聲，阿爸去開門之後，居然見到阿哥返咗嚟。佢比原定嘅時間早咗返屋企，見到阿哥嘅頭髮又長又亂，下巴同塊面都全部都係鬚根，個嘴唇乾到裂晒，啲牙仲有一層乾咗嘅血跡，瘦到皮包骨，睇落去比出發之前瘦咗成30磅。啲衫好污糟，對鞋磨蝕得好嚴重，身上仲傳出一啲腐肉一樣嘅臭味。大家噓寒問暖一陣間之後，阿哥就去咗沖涼，不過佢硬係覺得有啲唔妥。阿哥沖涼沖咗好耐，沖完之後就返咗入房。第二日起身已經見到佢喺度食緊早餐，見到佢食嘢個樣好恐怖，係咁不停將啲嘢食質落口度，好似餓咗好耐。而阿媽就係咁煮，最後佢食咗成條麵包、2大包煙肉同20隻雞蛋先至停口。佢嘗試問阿哥旅行嘅事，不過佢阿哥好似唔想講，而冇答到佢，就返咗入房冇理佢。之後幾日嘅情況差唔多，都係食好多嘢，食完之後就返入房，唔肯同佢哋講嘢。去到成個禮拜之後，先至開始正常同其他人溝通。不過佢表現好奇怪，成個人都好似好生硬，好唔自然。佢返咗嚟成個月之後，都依然覺得佢有啲唔對路，例如覺得佢把聲變咗，感覺好似佢把聲下低仲有一把聲，好似有人同佢和聲咁樣。佢行路膝頭哥好似被鎖住，好生硬，叫極佢都唔肯去睇醫生。身上嗰陣味臭到不得了，沖涼沖極都沖唔走。而自從佢返咗嚟之後，佢就有一種好莫名其妙嘅恐懼感，成日都瞓得唔好。
嗰一晚佢又瞓唔着，聽到後院有啲聲音就走去睇下。由窗口望出去後院，佢見到阿哥跪咗喺地下，雙手抱膝，好似抽筋咁。突然之間，阿哥爬咗出去，佢驚佢癲癇症發作，所以即刻跑出去睇下。點知跑到去之後，見到佢食緊隻貓，而隻貓嘅身體有啲發脹，應該死咗至少1日。睇住佢伸手扯啲貓肉出嚟食，佢嚇到即刻跑返入屋鎖埋對門。行過阿哥間房嗰陣，聞到好大陣味，好奇心之下佢入房睇下，一揭開張被，見到20幾隻腐爛動物屍體喺度，佢嚇到即刻走返出去，諗住叫阿爸阿媽，同埋諗緊應該揾乜嘢人幫手嗰陣，轉頭見到阿哥喺廚房窗口望住佢。阿哥見到佢出現，即刻大力拍窗，佢嚇到尖叫。父母行出嚟見到佢坐喺地下係咁喊，問佢乜事。佢將啱啱見到嘅嘢話俾父母聽，阿爸聽完之後衝咗出去，但已經揾唔到阿哥。報警之後，警方話可能精神崩潰或者喺樹林感染咗不知名寄生物，影響咗大腦化學物質。佢知道實情唔係咁，覺得係阿哥之前喺山上相入邊嗰啲黑色嘢追殺緊佢，真正阿哥一早已經死咗，返嚟嘅根本唔係佢本人，係怪物或者惡魔，所以佢鋪上網問下啲人意見。好多人都話係溫迪哥，源自印第安人傳說，係由被惡魔附身之後變化而成一種擁有實體嘅惡魔，附身喺人類身上之後會承傳嗰個人所有記憶，中意食肉。接住落嚟嗰幾日，佢哋一家人同警方都會周圍搜尋。警方初步推測佢阿哥患有某種潛在性精神問題，幾個禮拜徒步旅程加劇咗病情，亦有可能喺旅行期間俾人落咗不知名藥物，產生化學反應，引起精神錯亂。4日之後一個夜晚黑，天氣好凍，但係佢哋都有繼續揾。父母叫佢留返喺屋企，話可能阿哥會自己返去。當時佢喺客廳坐喺梳化度，聽到後花園外邊傳出一啲節奏聲，街燈光線之下有個人影，佢起身走去睇下發生咩事。行到過去見到阿哥企咗喺後院，啲節奏聲係阿哥係咁撞玻璃嘅聲音，佢嚇到退後咗一步，因為見到阿哥成塊面蠟黃色，成身都係汗。呢個係極之唔尋常，因為已經11月，每一日氣溫都低過10度。佢嘴唇有血跡，對眼蒼白藍，好似人哋白內障咁，瞳孔放大冇咗焦點。佢肯定呢個唔係佢阿哥。佢打911嘅時候，佢阿哥留意到佢喺度，撞玻璃聲越嚟越大。佢同接線生講完資料之後，就見到阿哥撞爆咗玻璃，成頭都係血。佢嚇到電話都跌咗落地，衝咗去廁所鎖對門。過咗一陣間，阿哥揾到佢就係咁撞門，同時聽到外面有警車聲，轉頭就聽到警方話停手，如果唔係我哋就開槍。撞門聲停咗，佢聽到沉重嘅步聲，一下槍聲之後佢就冇咗意識。事後佢先知道阿哥試圖襲警，所以俾警方擊斃。佢一家人仲等緊驗屍報告。好啦，今集又係咁多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